大庙四人中，大廟四人中，大廟四人中，農曆10月10號下運嘅活動，同天氣活動。哦，這個是這段。今年只有批懂哦，今年我都看，哦，今年我今年都是跟你做新的，大約這樣種嘅批懂。10分大隻啊！哦，都澎湃，大家都澎湃。我今天快速式的片想盖好。哦，我都看不见这个快速式片想好。哦。切好，切好。今年这样种大庙，
举办校园节请水活动。透早4点外就出发了，5点外到迄个集水溪个溪骹。我今日今年到你俩大桥附近，有做较小的桥遐。三角面个，桥仔边啊办清水活动。现在30分就开发啦。上渔王宫的时候，15伊今仔去15点30点30分，就是11点啊，互上渔王宫的。跟动力是正常的。12永远是10点，永远是9点就开始咧接电鱼。就比哦，地水翕相。家具。
月15下元节，水官大帝大禹禹帝圣诞千秋日。新营的大庙济安宫举办请水活动，地点到积水溪的河畔，就在新营往柳营的大桥的右边呢，就在西边有一座小桥，就在桥北边呢，桥东北边的河畔那边举行请水仪式。然后河边有插3支竹竿，竹竿上有贴金纸符咒，然后有烧金银纸。早上5点多就办好，就神教正统就回来了，往北走，然后所以有经过延缓都走大路，然后再从北边的复兴路再南下进来大庙济安宫。参加的宫庙有延平晋王府了，真武殿了，镇南殿了。上底也公庙啦，我公庙啦，这大庙大道公庙，仲有开台圣王郑成功、延平晋王府等。济安宫大庙主要供奉保生大帝、海德公，也有供奉太公行寿、王产老祖等等。鸡桶要在那个旗子上面画符咒。那5营迎旗吧，迎旗有5营迎旗，对。